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长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更多好歌吗？想看更多影片吗？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人家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有号召力，我们有号召力哈，我不这么认为，不然你证明给我看。赶快证明！证明一下啦！订阅起来啊！赶快订啦！小小歌王第3周，新任挑战者帅气登场，带来5道才艺，连唱歌嘛是盖完判。擂台主阿嘎也不遑多让，带来热门歌曲一决胜负。萌娃对决，谁能坐上宝座？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长宪，我是许志豪。好，小小歌王真精彩，真的。精彩的同时呢，我们也同步在强力招募啊，没错，农民擂台赛。不管是海上的男女，还是走山的朋友，走山的朋友，还是咧竞走的好兄弟，拢来，欢迎你来，赶紧来报名哈。后比赛进前，咱先来介绍评审团。头一位是陈子红老师、许常德老师、詹雅文老师、荒山亮老师，刷落来是偶像组卫冕者邝泽东、宋家珍，以及青春组持续平手的洪奇峰、蔡丰正。可以介绍大来宾了吗？你的好朋友，对呀，也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是。而且呢，只要一下雨就会想到他，对不对？他最近呢好消息很多，也才刚开完他的个人演唱会，就发片哦。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苦情歌后王瑞霞，欢迎瑞霞姐。美人姐好，长姐好。哇大家好，老师好。这早咧拢无看到你穿敢那仙女咧，这我来陪啦，秀一下。这是要讲啥？这是我最近出的这个新的专辑《野生花》，这个海报。野生花是什么花？野生花就是咱大家拢知影吼，这个花伫外地吼无人照顾，是。伊有日头时阵，伊就家己当吼活了足水的，会开花会结果，这就是野生花这个精神。精神啊，嘛是我这摆这张专辑一个很适合我表达的情绪。嘎仔啦，无你若无给一个野生花先都变成路边野花，不要采啦，对不？哎呦，迄个小鸡鸡啊，无讲啊，好不好？有当时吼，我感觉野花吼，伊无共款的个性哈，她有她的韧性，就像我们女生，我觉得女人她的一生。我觉得在外地里面，现在很多在打拼的女人，然后她在外面，她恣意的生长，找出自己的一个空间，然后自己的一个希望，对，所以这张专辑也是我这次首次自己制作，哇，所以担任制作人，对我的那个。压力真的有时候也是蛮大的，那要向我们前卫每位老师学习，也对。唔就选歌配唱 MV 的拍摄啥风格，拢爱家己去决定。对，从选歌，然后歌曲的定位，然后因为10首歌嘛，你要去怎么样去评选，然后编曲啦，然后跟老师怎么沟通。在以前跟老师，我。做唱片，我赶快感觉就是老师给我们歌，练了负责个录唱好的，是。基本上不是呢，那代志这样子，我才觉得其实是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唱歌30几年了，我觉得应该让自己有一些成长。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一次在35年的这个时候，我出了个人的专辑。哇，算是里程碑的对啦，对啊！我来讲哦，伊吼真正全心投入哦，伊本来就爱煮菜哦，投入到煮菜可以炒花，大可以烫掉，可以点挂，可以落去安尼。这是以前心思拢走去啊，对啊。对，我的心思啊，我现在脑筋里面只有豆芽菜，我没有办法放很多在
在制作食物上的那个思绪，都弄音符都对了啦。佳姐，请问我现在手上有很多的烫伤。哎呦，因为有一天突然想说，无咱来吼煮一个红酒炖牛肉啦，还上简单嘛，安尼点可能点就好啊，你就开始做你的代志。1个小时以后，我忘了我在炖牛肉超会搭，我的那个锅子规个超会搭啊，结果就紧张去给它摕起来，给你给烫掉。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最近每当走进厨房，太可怕了。可是这样的压力是值得的，因为霞姐呢也完成她的梦想，因为她开歌唱在最近刚结束，非常的成功。谢谢。然后这张专辑也让她看到不一样的霞姐。你给那带来哪一首歌？新专辑的主打歌《桂明的休息》。掌声鼓励，我们欢迎王瑞霞。色水有一点，一人的暗灯亮凄凄，我伫孤单菜刀顶，过社窗也稀微，梦中找彼粒心。偶像组超强挑战者来袭，我觉得我对我的表演信心度应该是挺高的。我要晋级，我要成功。太彰显你个人特色跟态度，我说你一定会红。可以说是一个可敬的对手，因为毕竟你太会跳舞。挑战者强势来袭，偶像组宝座又要大变动啦！偶像组的卡位赛，有请卫冕者东东邝哲东宝座候选人家珍姐宋家珍，欢迎两位。大家好，我是来自板桥的宋家珍。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邝哲东。家珍姐听说刚刚忙完音乐会啊？对，我刚办完我人生第一场音乐会，然后我发现。很多人都说你上过那么多次舞台，你不可能拿法国号还会紧张吧？我发现拿麦克风跟拿法国号在台上演出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真的。但拿麦克风我比较自在。真的啊？你让你法国号掉了？就是拿麦克风在舞台上的次数比较多。是。不过我想，虽然表演的类型不一样，但是舞台经验都是累积的啦，对不对？好，如果没有红人榜的舞台经验的累积，搞不好你会更紧张，是不是？好 ，OK， 好。然后呢，东东，听说你今天的表演是有高人指点，就是之前有魔王赛遇到那个胡慧仪姐姐，
是马来西亚，我们特别请他回来的。对，然后就聊到，然后他是跟我住在同一个地方，怡保在那个同乡的怡保，对他也住在那里，然后所以他刚好他回去，他的衣服落在这，然后他朋友就托我拿给他，然后我刚好上个月有回去一小段时间处理家事，然后就顺便拿给他，然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下，然后他以前有参加过泰语歌比赛，然后他有认识很多朋友，有一些编曲，然后我就选了今天这首叫《沙弥萨里》的一个编曲，对。哇，他的人生很多刚好，对，刚好落在这，刚好又同乡，刚好又请教他一下。对。我因为前一阵子访问了那个吴声梅，是。然后他说，原来选手站在这个舞台唱歌，他们没有很紧张；要跟我们对话，他们很紧张。真的而且又不是跟我们对话很紧张，尤其跟我对话很紧张，因为我会在那旁边。不然我问你啊，你在宝座候选人站在那边比较不紧张，还是当卫冕者比较紧张？其实是在那边比较紧张，因为美人节眼睛比较大颗，所以就是看着的时候会有那压力，对不对？不是压力，就是比较有神。怎样？我很像在睡觉吗？我主持在睡觉吗？因为你太小颗了，看不到。怎样？你有觉得现在感受不一样了吗 ？OK， 好，伊要唱沙弥沙日，你要唱啥？迄时好，你这时要从啊？怎样？介绍一下这礼拜的刺客。16岁哎，哇哦，就要来挑战喽。他呢非常喜欢表演，而且他有个厉害的称号，他是校草。校花校草，好，校草哦，帅哦！掌声来欢迎林明翰来挑战。嗨，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明翰。你是校草哦？好笑的笑。是哦，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因为就有时候有一次觉得自己很帅，然后想当校草。是帅啊，是帅啊，帅啊，帅啊，是吗？但是就没办法，如果说拿东东跟我比的话，你就变校草了。怎么会拿东东跟你比？哈，你可以拿我跟你比嘛。没有，我跟你讲，有一种帅真的是那种自信，对不对？是。那你会什么才艺啊？你才16岁哦。像我会就是自己创作吧。你会自己创作歌曲？对。你有听过吗？没有，有没有机会听啊？改天如果有机会的。你确定我们两个还有改天吗？啊，但是呢，他其实他是一个很会让自己成为大家开心的一个元素啦，很会逗大家开心。这也会拍一些 IG 的短影片，是不是？对，我之前曾经就是有一次做梦，然后就梦到我跟那个韩星的那个女团，好像在一起吧。我醒来之后，我就把它剪辑成一个影片，就把我跟他剪在一起。然后隔天就突然在我们学校我就红起来了。因为那影片很好看。不是，是很好笑。是很好笑。OK， 好，很可爱啦哈。我跟你讲，有时候要够熟啦。那刚来第一次来舞台，看到我们都会紧张，对不对？对。你觉得现在3个主持人谁会让你最紧张？应该是豪哥吧。哎呦，是你哦？为什么？因为等下要唱的就是你的歌。你今天要唱他的歌哦？哪一首？新买的喜欢。新买的喜欢。等一下，明翰，你讲一下为什么选豪哥的歌？就是想说，可能大家都会唱台语，就会想到一些抒情的，然后就会比较悲伤啊、悲乖这种。我想说，那我要比较与众不同嘛，刚好滑到豪哥的这一首歌，觉得还蛮快乐的，就选他。OK。听起来较轻快啦，要不然这样台语歌拢就逼就那么老把赛一段歌，对吧？有那种感觉，对不对？好啦，那你今天呢？听说是抱着非常开心然后非常珍惜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到我们这个舞台，
对不对？哎，对，他有一个目标啦，他站上来，他要出名，他说要让所有人都认识他，对吧？哎，对，我跟你讲，就靠这一首了，就这一首，好不好？好，把你的自信全部都喷发出来。对，一定会超越原唱的啦。没有。来，我们掌声欢迎。我家己吃泡面，为着要拍着你，我搁落特本，规罐的信用卡又甲蹦蹦去，哈，心爱的，心爱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我是愿望为你做久做马。太彰显你个人特色跟态度，我说你一定会红。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是16岁的感觉，没有任何制造的框架，很赞。笑死。林明翰大获好评，威胁宝座。家珍、东东面对挑战全面戒备。今天带来的歌曲是徐富凯老师的《一喜》，这首歌真的是转音一大堆。我觉得这首歌哦，才能彰显你哦学音乐这条路的一个成绩，很厉害。今天带来这首歌叫《萨米萨里》，可以用那个《萨米萨里》这首歌的渲染力感染到大家。这首歌的感觉真的非常好，真正我很欣赏。超激烈对决，谁会是卫冕者？随风去，东山的风吹，脚印伤浅，也袂看你变老爱着切。我是啥人的，相思几回，伤心后悔。你讲的。想伊好几年，纯情无做，才识变乌白遐，是让你过。人生一回，放你去飞，就受伤几回。彼时的话，听伫心底才来变，心肝宝贝。
彼时的花，连过孤开嘛不是原来彼个，彼时的月，人过雨水才知会洗出美丽。咱有爱过，只是爱无体地。彼时的花，一句一字听山边风中的雪。彼时的缘，双人行过后来看，孤单一个。彼时少年，美梦沉底，心愿碎，去无反悔。我有爱过，思念的风吹，你飞，夜夜在飞。谢谢宋家珍。接下来邝泽东带来的歌曲是《沙弥沙利》。光线渐渐照入拨开灯的窗，空空的酒杯装着满满的相思，你的形影虽然离开，但是我的心内犹原拢是你。想你三暝三日，对头到尾甲你想一摆，并再也无彩工，风吹草动嘛心震动。想你三暝三日，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只有时随风乱纷飞。想你三暝三日，对头到尾甲你想一摆，并再也无彩工，风吹草动嘛心震动。三暝三日，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只有时随风乱纷飞。谢谢东东。我们马上请雅文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明翰，老师好。真正有缘投，帅。但是呢，谢谢我也不能说不公平，因为我必须爱讲啦吼，主手者伫现场，我希望你甲主手者两个 PK 一下。你有你的态度，啊，然后主唱有主唱的态度啊，我要你看卖讲，人主唱者的态度是啥？来哦！我是甘愿为你做牛做马，缘投的少年家。啊，心爱的，心爱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若是有人想要对我的手头带走你，请伊出来 PK。杜佳丽迄个态度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一直要求。一首歌曲的灵魂，伊就是伫态度。那其实呢，你3位来比哦，
你唱歌的基础无因两个好，但是态度，你的真的太彰显你个人特色跟态度。我说你一定会红，所以呢，一定要让我们的老师呢再调教、再调教，你一定会非常棒，真的，你的那个架势十足，而且那个舞蹈都你自己编的吗？对，是我自己。太帅了，真的太帅了，东东。老师好。这次的这首歌曲，我觉得你层次非常漂亮，所有的气氛的氛围把你包围，我觉得这首歌的感觉真的非常好，真的我很欣赏，很棒。谢谢老师。好，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明翰，老师好。我请教你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你可以今天不管成绩怎么样，回去就用许志豪的 MV 这首歌的 MV 剪一个你跟他的画面，可以吗？这是第一个要求吧？可以剪一个这样的 MV 吗？可以，我会回去试试看。好，我拭目以待啊。然后呢，第二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你今天唱歌的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是16岁的感觉，而且这个16岁的感觉是完全没有任何就是成年后可能会给你制造的框架，所以这一次的表演很重要，因为你明年在表演这首歌都不会一样了，很赞。谢老师。然后家珍，老师好。我觉得这首歌才能彰显你学音乐这条路的一个成绩。你就像一个海浪一样，慢慢一波一波，很有耐性的、静静的把它推出来，所以推到最后，真是让人家全身起鸡皮疙瘩呢，很厉害。就是静下来唱歌这件事情比什么都重要。黄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哇，今天这个3位都很精彩，然后家珍，哇，很有味道。我觉得你的这个演唱的功力在这首歌里面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然后整个气氛让你掌控的都很好听，然后整首歌，哇，我今天觉得你是很有超水准的表演，好，谢谢然后老师。继续加油，好不好？好，那泽东呢？东，老师好。这个编曲很特别，然后我觉得以你的音乐性来讲，驾驭这种风格的编曲是特别有味道，然后你的唱腔啊搭配这种不一样的编曲，我觉得让这首歌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感觉，也是很精彩的表演。谢谢老师。刚才我们明翰在表演的时候，我一直说，那个昌宪说，他比中指，我说应该不敢吧？这样吧。没有啦，你有这样子啊？你有看起来很像是中指，但是你是食指，对不对？我是食指。OK， 好，特色啦，好不好？手指头都有戏的，你知道？想想看，你的第一首歌还没结束，美人姐已经在期待以后你会诠释我什么歌曲。未记青春，未记青春，你会怎么诠释？昌宪哥已经帮你想好了。来，因为是动作派，所以一定是阿母的手，总是遐尼流软阿爸的心，总是唔知休困。为什么不知休困要这样？唔知要休困啊，直接休困啊。所以大概是这种风格，给你参考啦，给你参考啦。我来看明翰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加油！校草，非常可爱的16岁校草林明翰，哇，700你是我的，哇，你第一次来24分哎，太夸张了，哇，笑死，你可能真的会因为这样一炮而红。谢谢。第一次挑战拿到24的高分，好，家珍姐也是老师给她非常高度的这个肯定，有没有机会往上做呢？评审请下分数。宝座候选人宋家珍今天的成绩会来到24.1分，0.1，哇，不输呢，明翰。手来继续看过来，我们的东况泽东，这次在层次跟情感上都表达得非常好。到底当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加油！来看咱东况泽东3枚差的。洪七峰、蔡丰正战局白热化，2人连续平手3次，胜负难分。
跟阿北怎么纠缠这么久呢？第3次了，希望待会那首歌可以表现好一点。心情真赞啦，来这唱歌，心情就好，好歹拢我。今天各自搬出必胜歌曲对决。手牵情线已经10人影，风吹飞去厝去为去看，是真是假好不赢。谁能坐上卫冕者宝座？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来看看东东邝哲东沙梅沙利啊，得到的分数是哇哦，24.3分，恭喜！我们先谢谢明翰，好不好哈？期待你再来，好，谢谢，谢谢，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永一代的东东邝哲东顺利闯进第3关，也恭喜家珍姐保有候选人资格。加油，继续咁拼落去。我看到分数的时候，心里是想说，我第1次来就拿24分，那等一下如果他们说比我低怎么办？我不好意思拿这个分数呢。不会枉费我今天来这一趟，因为至少今天整天下来带给我的心情，包括我到现在站在这边，我都觉得是非常好。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回来的。然后我叫明翰。当初看到他成绩的时候，24分，他第1次来，然后就24分，我心里想说，好，那下一个换我，那我怎么办？然后后面再看到我自己的分数24.1，说实话，真的有松一口气。我心里当下最想的什么分数很高很好，可是不要平手就好，因为我不想要一直 PK 的话，就代表可能歌曲要准备的更多。青春组的卡位赛，有请3度平手的2位，洪奇峰、蔡丰正。哎呦，2位哦，来。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北市的洪奇峰。大家好，我新北市康寮的蔡宏景。啊，今天可以看一下你女儿的影片吗？哦，有，我今天有带来，然后就在后面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平常时跟她的互动。然后今天这个影片是因为，我最近因为参加红人榜，所以要准备很多台语的歌单。然后就在家里都基本上我的现在的那个串流平台都是收藏台语的歌曲。然后所以他听着，现在通常小朋友应该是流行什么 Baby Shark 啊什么之类，对不对？米西哦，他是唱台语歌。哎呦，对，他会听，就是说我前阵子有在练什么感谢波景啦，对，他只要听到那个感谢2个 keyword， 他就会直接把感谢波景整句唱完。好，我们来看看。洪以瑞会唱感谢波景啦，感谢波景啦，就我是上街当，一张，起来吧人，你这狗啊！100分，欢迎光临。啊，超可爱的，这就是你们内内啊，我女儿内内，可爱啊！你敢会唱这个啊？哦，没有，当然不是，我今天要唱那个王世贤大哥的这个等线情。等线情。哦 ，OK， 好。啊，李贝啊，你声音较好无？声音呢？唔知咧，唱个会知。哦，啊，你逐工咧跑步啊？哦，我一年走16公里。啊，16公里啊！一年算起来啊，逐工走一款啊。平均走一无好就走，无好就走哦。啊，一工拢走5公里、7公里。是用走的，用行的？用走的啦。哎呦，慢跑啦。我拢，啊，你骹豆腐拢袂疼哦？哦，我医生哦，甲讲你骹豆腐足赞的。有影哦，同我继续走，同我继续走，走到你未走。哦，啊，讨海人掠鱼仔的人，骹豆腐上那保养甲遮好？可能我鱼仔食真济。啊，有补骨头啦。DHA。哦，美人姐，我拢食啥？熟的鱼仔，灰，还有做青鱼，Omega-3、DHA、APA， 拢有嘛。我拢会晓念呢。是啊，吼，人就是拢有在注重营养啦。迄款鱼仔吼，浅层的鱼仔，拢无产纤、产汞啥，迄拢无。哦。所以灰青鱼是足好的鱼仔。哦，你即马请安尼讲起来，敢若你业配呢，真有说服力的哦，吼。迄花灰吼，其实咱即马拢挪威什么来？其实咱本港嘛有花灰呢。咱本港的吼，
那过年的前后转油。转油，即马吼，已经温暖啊，退油啊。我记以前阮爸拢去菜市啊，买一尾回归回来，沙西米配牛奶。对，迄拢是逐工，只要你大出的时阵，拢会安尼食。沙西米配牛奶，阮爸拢安尼食，我唔知食啥物意思。好，DHA 哈，拢有呢。好，听讲吼，除了运动吼，保养身体以外，嘛一定拢咧学习吼。讲今日要挑战日语歌是无？哦，是啊，我讲一个笑话会使啦吼。我甲恁新妇讲啊，你唔甲巴顿来录一下，阿姨有诶，签打告诉讲，阮新妇读自己啊，爸，迄毋是做。阿姨有诶哦，阿姨有诶哦，卡起苦克苦，沙西斯写说，他只只地图有平假名、片假名，啊，我拢去甲伊学起来。啊，有今日咯要唱歌来看，嘛会使啊，比我唔知。你今日要唱日本歌？啊，什么人歌啊？雷九杨老师。哦，杨老师的歌曲。OK， 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呢，哈。对呀，真的哦。说到学习哦，这礼拜的刺客也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啊。我们先来欢迎他，来有请米江杨美玲 BDNA 哦。你好，欢迎 BDNA。评审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桃园的米江。美玲，好，美玲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人，对不对？对。你现在还在学什么？我最近有在上这个社工专班，我明天还要去上课。哦。对。那工作上是什么？我工作的话是在大学当教授的助理，然后额外还在做一个身心障碍者这个职业重建评估的工作。哦。对，都是跟社会工作比较有关系，对不对？对，还是广义的社会工作。哦，是，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深刻的故事吗？我在去年有个个案，他是10几年前，他那个时候他是他是精障者，然后他就是病识感比较不好，所以就没有稳定的服药。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在那个庇护工厂里面抓狂，然后就是吓到庇护工厂里面的庇护工厂其他的人，对不对？对。然后就是后来因为他已经稳定的服药了10几年之后，还是想要回去就业，但是那个时候还是那个庇护厂还是有点担心，所以我后来就帮他推荐了同个县市的另外一个单位庇护工厂。对，然后他现在在那边已经稳定就业了大概1年多。他的社工还有打电话来谢谢我说，谢谢我相信他是可以工作的。OK， 哇，真的助人为乐，对不对哈？对。好，那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我要带来江蕙2姐的《你讲的话》。那你这么忙，什么时候学唱歌的？就是有空的时候，就是挤一点，像乳沟一样。好，乳沟一样。OK， 哈，时间像乳沟一样，用力挤就会有一点的，知道吗？好 ，OK。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怎么会想要来参加红人榜？就是有玩一个那个线上全民 Party 的一个歌唱软体。然后在那个歌唱软体，其实很多唱歌很好听的朋友，他们都有来这边就是受训或是来比赛，然后经验都很好，然后有推荐我说是不是也来试试看，然后来训练看看这样子。OK， 对，好，也接受到鼓励，对不对？是。好，感觉好像来过红人榜就有一个勋章哦。怎么一条什么几毛几那个，对不对？哈 ，OK，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期待你好好的表现哈。谢谢。好，来欢迎3位。
你的囝。你讲保情的命，保情的人，不如将阮放。我讲真情的命，真情的人，咱搁有后世人。你讲无缘的命，无缘的人，总爱分世担。我讲有缘的命，有缘的人，才会做你的囝。你讲保情的命，保情的人，不如将阮放。我讲真情的命，真情的人，咱搁有后世人。我讲真心的命，真心的人，咱留予后世人。谢谢杨梅玲。接下来洪奇峰带来的歌曲是《等煞情》。小小歌王曾佑嘉花招百出，首周演唱《刀马旦》一鸣惊人。第二周复刻雅文老师令人惊喜。今天更带来绕境神曲《粉红超跑》。你冲就来了，表现得很好，很棒。你很棒，很可爱。阿嘎能再坐上擂台主宝座吗？敢会思念我，像阮的心情。虽然分开这呢久，甲人做伙想怨爱你，这无缘无分无情人，为何这真济我也形容袂清？昨暝雨水也袂干，像目屎流伫遐。一阵冷风吹过冬水寒，因阮心痛痛。明知玫瑰都似花，甲你做伙相分几个。明知影天天问候，明知影你我，你袂搁爱我。总是迷茫你有我。深深爱我，甲我甜蜜到天空袂散，被爱情到如今就亲像是一段风吹长线，手牵情线已经湿人影，风吹飞去厝去为虚幻。你我分开，你敢会开我？你敢会想我？伊敢有对你唱歌？风中花蕊风吹。风吹长线无依我，你我分开，你敢会心痛？你敢有感觉？恁这段风吹的线，搁伫你遐。手牵情线已经湿人影，风吹飞去厝去为虚幻。你我分开，你敢会开我？你敢会想我？伊敢有对你唱歌？风中花蕊风吹看无影，风吹长线无依我。你我分开，你敢会心痛？你敢有感觉？因这段风吹的线，藏伫你遐。
谢谢洪奇峰。接下来蔡丰正带来的歌曲是《泪酒》。好，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来，奇峰，看到你这么爱家吼，一个爱厝的查甫人，我相信伊对歌的感情绝对展现会出来，嘛展现真水。为你下段落歌，是我听过讲你来参加上好听的下段，但是到后壁了后呢，你的歌词规段袂记啊，你整个歌词就忘词了。那在忘词的这个过程中呢，我还发现了几个问题点，就是讲你拢会从伊跟你的加字音哦，怎么样让大家听得清楚？你唱得快顺的过程当中，够分别出来讲，你是咧讲伊啊，是咧讲你啊，还是咧讲假？这个很重要，因为伊的歌词代表意思是无同的，所以你如果若唱出来的音拢同款的，红不飒飒，安尼。这首歌的歌词我唔知伊意思是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最近的错词机会很大，这个是你自己要小心的哦。哦，好来，二伯啊，老师你好。二伯，我要跟你讲哦，为什么日语歌吼有真侪喉音，啊，佮有真侪沙哑，迄个人我烧声安尼吼，你唔好就是讲你今日烧声啊，你讲哎呦我都无声唱袂出来，麦克风摕着就有声。麦克风的声出来了后，对着，因为今日你选的歌是日语的，今日你若讲选别种的歌，我都唔敢讲。你今日选的是日语，所以足适合安尼的声哨。那你迄个声哨一出来，呢，就是日语的迄个曲势，迄个喉音，迄个感觉，迄个阿骨线度，规个迄个那个迄个感觉足好的。啊，日语的这段你背起来，我甲你佩服。
因为尾头到尾我拢对你咧唱，因为我这首歌我拢背起来啊，所以你咧唱，我对你唱时，我就咧想讲，看卖你会唱了会倒位色卡差无？结果掠无涨，真正无色卡差，所以二伯今日会讲是唱那是还是袂歹啊，但是身体爱保养哦好。谢谢夏雷老师。好好保养好。好，马上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梅玲，老师好。梅玲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好，对，然后你也很适合唱这样有一点比较稍微现代一点的台语歌哦，因为这个歌是清风写给妈妈的歌，对，那你唱起来，我觉得一进歌我就觉得哇，这个声音真好听。可是唱到后面呢，我有点觉得可惜是你整首歌你唱起来太冷静了，对，好，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就是太紧张了。是紧张是不是 ？OK， 所以这个歌如果后面稍微再放一点的话，因为它歌本身就不是一个张力非常大的歌，所以你必须要靠你的唱歌的那个情绪去彰显它的张力。好，所以稍微夸张一点没有关系。OK， 但整体来说我觉得很好。谢谢老师。那齐峰今天这个歌我觉得其实唱得很好，不管是音色或情绪各方面，我觉得都非常好。对。但你在摇头，对不对？辣词，对不对？对啊，太投入了吗？好像不知道，就突然站上来就那个紧张的感觉，让我整片脑子一片空白。真的哈。对，会突然间罩门，所以还要再回去学习一下。对，那个这舞台站久习惯就好了。对，就是，但我觉得你的实力是很好的，谢谢老师。自己再注意一下。我们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梅玲老师好。OK， 哇，你的声音很有特色，我觉得你的声音是很温暖的歌声，然后口气也非常有感情，然后这就是 A 段唱完之后，我是觉得其实蛮好听的。那慢慢听，因为这首歌还蛮长的，慢慢有一些地方我觉得还可以再进步的，就是也许一些技巧的东西。那可能以前唱歌有兴趣，但是也许不常常上台或比赛。那如果说要有认真要比赛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的歌唱技巧的部分还可以再多多练习。那基本上你的声音是很好，很适合唱歌的啊，继续加油。好，李贝啊，哪是你哦？哇，你无讲，我唔知你无声呢。我想讲你调故意的，因为这条歌可能就是迄个气味吼，啊，还有迄个你开嘴你人生的故事在你的歌声内底啊，吼，所以其实阮咧听是听气味啦。唔是讲这条歌一定爱声哨偌水拄偌水，你就是爱把这个歌词的这个故事讲出来。啊，我感觉你今日做了就好的。谢谢老师。好，我们马上要来看一下3位的成绩。我们先看挑战者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来哟！加油加油！这礼拜的挑战者杨美玲小姐，她的成绩来到23.7分。马上来看一下，目前是，哎呦，还是一直都平手，对，还没有人坐上去过。自从小雨过关之后，还有都不卫冕者哦。他的小妞，小妞哈，哎呀，到底这礼拜谁会坐上宝座？我们来看一下齐峰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来，看一下齐峰来啊，23.8分。哦呦，这礼拜有点状况哈。有淡薄首先啊，李贝会当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李贝啊，加油！李贝啊，加油！来，李贝啊，哇，24.1分，恭喜李贝啊！哇，好，我们先谢谢梅玲，谢谢。这结尾啊，我会坐顶啊，我脚腿唔拢烧个。哦，没容易耶！谢谢。唔捌这过啊，唔捌啊，头一摆哦。哇，我怪你笑，跟你唱线笑，跟比较大声呢。你看到我一定要笑，我笑刚刚那声哦。好，那我用非常慎重的语气。好，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宝宝座。恭喜，恭喜来蔡丰真登上我们的红人宝宝座，也恭喜齐峰保有候选人资格。加油！很谢谢老师们都有提到我的声线是很温暖的，
真的就是对我非常大的鼓励。然后每个人来这个舞台的想法背景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可以有唱出很好的歌声给观众们听。如果没有犯错的话，歌词记熟，我觉得应该分数可能会不错啦。可是今天这个没有到24分，我觉得连给自己的分数，我觉得也是打不及格，就是自己表现没有很好。我头一届来面试哦，我那指导老师就甲我讲，阿伯，你好我唱，你会坐去红人榜的宝座。我哪有可能啦？我一直讲一句话，今日就成真啊咧，真正讲坐去卫冕座宝座。我唱一个哦，我们唱线唱一个，我目屎骨拢流出来。来，小小歌王擂台赛，有请我们的擂台主阿嘎真有家，阿嘎来喽！哇，阿嘎，哇！小小歌王第3周，小帅弟动感唱跳抢宝座。朋友，笑我是爱最乒乓的公囝。小蒙弟华丽演出首宝座。今日起风白沙对马祖，先坚定的理想。都表现得很好，很棒。期待你们歌声越来越好。第3周擂台主会是谁？很高的分数哦。有请我们的擂台主阿嘎真有家，阿嘎来喽！哇，阿嘎，哇，金光闪闪的哦，来阿嘎，来。大家好，我是住伫中华秀水上爱唱歌的阿嘉。你好。他最后几步是特别跨一个比较大的步伐，感觉像是在走什么？哎呀，好，哎，阿嘎跟猫咪很熟哈。哎呀，不怕猫哈。有点怕。有点怕哇，因为他们家里开宠物店的，经常要照顾很多的猫啊。真的啊？对。所以你们家大概有几只猫啊？60几只。哇哦，60几只哦。你有去有猫咬过不？咬过还是咬过？有哦，很痛吧？有点痛，哈。听说这次白沙屯妈祖绕境有经过你们秀水啊？真的啊？你有看到那个神教吗？有啊！哇，多近的距离看到？是远远的看还是很近的看到？很近的看。为什么会有机会很近的看到人那么多？过来我就看到的。哦，他特别去找你哦。他停在你们那个路上的门口吗？停在你家门口。对，真的哦。那你是什么时候唱歌给那个妈祖听的？妈祖来的时候，我唱了2小时的《粉红超跑》。你一直在外面，你在外面唱，一直唱。唱2小时哦，那不就很多人都看到阿嘎在唱歌？对啊。哇，因为你迎妈祖吼，会使烧香，会使拜拜，伊嘛会使搬戏。爱就直唱粉红超跑哈，来迎妈祖啊！嘛是一款红线嘛。那是不是有很多人会给你结缘品？想讲你唱歌才辛苦的，摕物件你食，有无？2大袋。2大袋啊！哇，一定很受欢迎。的。你有开心吗？有哈。那你明年希不希望白沙屯妈祖再经过你家？好啊。好 ，OK， 好。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03的《粉红超跑》。就是你唱了2个小时的那首歌吗？对。哇，很期待哦，哈。太好了，难怪他今天这个盛装出席，对不对？是。这衣服也是你自己去买的，是不是？妈妈买的，因为妈妈有一个绰号叫做“欧北贝”。妈妈有讲要叫你把这个代志讲出来。欧北贝，妈妈叫做欧北贝 ，OK， 好。妈妈是斑马哦。好，那我们来欢迎哦，到底这礼拜谁要来跟阿嘎一起唱歌哦？他是一位小童星，广告小明星，拍过很多广告喽。掌声来欢迎凯凯陈映凯。大家好，我是淡水最帅的凯凯陈映凯。淡水哦。那是彰化最会唱歌的，对不对？好可爱哦！你几岁就开始拍广告了？你有印象吗？3岁呀。3岁哦，哇！听说你阿嬷是我们红人榜的忠实观众啊。你要来唱，阿嬷知道吗？知道，阿嬷在那边。阿嬷在遐哈，所以你有没有记得你拍过什么广告？跟大家分享一下。GoGo 咯。哎呦全国电子。哎呦。福乐一番鲜。很厉害哦。
东西大品牌就是那个很认真喝牛奶的那些小孩，对不对？哦，OK。你听说你还很喜欢跳舞，对不对？哦，会跳什么舞？很多。那你现场给我们秀一段好不好？今晚少年的什么舞啊？唔知。我知，我笑脸呢。Baby Monster 你会吧？真的假的？你带来一段什么舞？Drip， 好不好？来，掌声给凯凯好吗？来，那我们头个先来吹了哦。Baby got passion, ambition, 난 보란 듯이 Look at that 온몸으로 느끼는 내 몸짓 Baby got d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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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p Baby got d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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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p 帅啦！自信帅，真假哈？啊，你今天唱什么歌？你今天要唱什么歌？我要唱林强的《向前走》，所以就是粉红超跑向前走。再会。
谢谢陈映凯。接下来曾宥嘉带来的歌曲是《粉红超跑》。谢谢。好，我们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阿嘉，老师好。你呢还超龄呆，就说你的声音呢，咬字呢，家字个不是足清楚的，所以你冲就来了后边，你就你就不知道说你的声应该冲起来啊吼，佮继续甲冲啊吼，无忽然间想讲我无力都不爱唱啊，无力就甲放我无力去，不行，整首歌哦，你都爱哇唱啊就开力了，唔才对，好不好？好。好嘛，两位都表现得很好，很棒。期待你们越长越大以后呢，越来越有成就，而且歌声越来越好。好，谢谢老师。好，马上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应凯，好，你知道这一首歌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我也是很年轻的哦，只是没有你那么小。但那时候就是整个台湾的气氛，就是大家都在拼命的往前冲。所以那时候唱《向前行》是有一种要帮家里扛起家计那种拼命哦。但是你们这一代其实家人都照顾你们，照顾得很细心，对不对？你们不一定有那种向前冲的那种拼命。我反而今天听你唱这首歌，有那种很淡淡的，就是很细腻的去理解我们那个时代的这首歌的感觉哦。我觉得你有把这个感觉唱出来，属于你们这个时代的感觉。好。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凯凯，你是不是感冒？最近喉咙卡卡的。卡卡的啊，对啊，听得出来声音有点沙哑，是不是喉咙有点累的感觉？嗯，会哈，所以应该不会那么早变声吧？才8岁，应该是喉咙不太舒服，但没关系，你还是把它唱得很好，那你很认真的把这首歌唱完，我觉得很棒，用真点。好，阿嘎。老师好。阿嘎唱这个歌，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评你，我觉得你
你很棒，很可爱。你这衣服，那个妈妈这个欧贝贝帮你买的是吧？那你自己喜不喜欢？喜欢。喜欢哦，赞，我也很喜欢。你眼睛睁那么大的，你喜欢？喜欢哦。你喜欢哦？我刚刚说你穿的衣服坐着会不会刺刺的？他说有点紧那样子的。哎呀，那我们来看成绩哈，凯凯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加油！来，我们可爱的小童星陈奕凯，凯凯的成绩来到了最帅24.1分哎，很高的分数哦。分数哦，看咱的阿嘉的分数，粉红超跑，会走到几分去嘞？评审请下分数，阿嘉加油，阿嘉加油哦，加油，崔磊，分数跟崔磊，恭喜24.4分。好，我们还是非常谢谢凯凯，谢谢你，谢谢，很棒。好，我们恭喜宥嘉，能让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阿嘉真宥嘉顺利闯进了第3关，成为我们小小歌王擂台组。我第一次上台唱歌，很开心，很紧张。在舞台上唱歌的话，会很多老师、评审、观众看着，所以会紧张。这次坐上擂台组很高兴，下次会再赢。主题挑战赛，我的调色盘。我喜欢的篮球队，湖人队，它的代表色是紫色。前面有一点忧郁，有点蓝色，然后后面又带点红色的热情，然后蓝色加红色就紫色。喜欢的是金色，所有颜色里面最亮的颜色。我的梦想就是在很大的舞台上是闪闪发光的。找了一个灰色，跟我的心情跟心境比较有相关联。私底下的时候，我其实好像是比较沉闷的。因为阮家哦海边啊，阮哦安尼目睭闭紧就看到海啊。就海映声，知影无聊心情，无看到海的感觉。你看哪些看我厉害？你的心情颜色又是哪一首歌呢？精彩内容都在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超级红人榜》。本节目由安美诺美白修护霜冠名赞助播出。